一個四十天圍繞着出埃及記嘅開始嘅旅程。這40天我哋要出埃及，這40天是我們走過28天嘅先走先披戴嘅與聖靈同行嘅旅程。很奇妙，神要帶領我哋走進這個40天嘅出埃及記嘅另外一個旅程，究竟為什麼？今天神說話，神必成就，事情必定會成就，係值得我哋在《使徒行傳》裏面保羅這樣有底氣的去說出來嘛。所以在這個40天嘅出埃及記嘅之旅嘅時候，我哋要認識出埃及記這本書，其實不是一個歷史嘅記載嘅書，不是一個歷史書，更是一個在一個屬靈嘅經誌，我會說是一個屬靈嘅一個 mirror。怎樣意思？係照出我們嘅生命裏面是否仍然有未被釋放嘅地方？可能是我們一些已經很久嘅不好嘅習慣，或者過往嘅創傷，甚至自我嘅否定，對人嘅懼怕，對未來嘅焦慮，甚至對神嘅不信任。這個屬靈嘅一個 mirror，在這40天裏面幫助我們更認識我們自己，不單止這樣，更認識我們嘅神。在第一章嘅開場嘅時候，開場白嘅時候，我哋看見好像是歷史嘅記載，記載什麼？雅各一家70人怎樣進入埃及的。但是很快我哋就看見一個不認識嘅新嘅王，不認識約瑟嘅新嘅法老，他起來了，他恐懼了，他要對神嘅選民怎樣去逼迫。在這樣嘅互動嘅裏面，讓我們看見一個很特別嘅一個事實是什麼？這個事實是神嘅應許永不改變，人會改變，世界會改變。你想想亞伯拉罕跟着他們嘅家領受這個神給他嘅應許，那時候他90歲，什麼都沒有，草都沒有，但是到現在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已經怎麼樣啊？有70人啊！經文寫得很清很楚，在第5節，出埃及記第1章第5節，凡從雅各而生的共有多少啊？70人。不單止這樣哦，第7節，以色列人生養眾多，當他們在埃及嘅時候，並且怎樣啊？繁茂，極其嘅強盛，滿了那地是什麼？埃及。這裡說極其強盛是什麼？這班人嘅下一代，不是那些庸才，不是那些一事無成嘅人，他們都是怎麼樣？是很厲害的。所以我哋看見神嘅應許，神說話，神
怎樣必成就。所以在使徒行傳，為什麼保羅會有這麼底氣的去說這句話？因為他是法利賽人，他研讀聖經，他知道神是怎樣，但是我們知不知道？很多時候我們就被環境、被人去影響我哋對神嘅認知，還有降低我們嘅身份。往往時間久了，環境改變了，壓力大了，我們就開始怎樣懷疑、退後了，甚至忘掉神過往的在我們嘅生命裏面所做嘅神蹟奇事，甚至我哋忘掉了神在陀拉上面給我們嘅應許。雖然人會忘掉，但是神沒有忘掉，他嘅眼目從未離開，他的心仍在怎樣等候我哋回轉。他要我們在這40天嘅裏面，從每一章每一天嘅出埃及記嘅故事裏面，看見我哋嘅掙扎，看見神嘅善事，還有一條通往自由嘅蒙福嘅道路。因為耶穌是生命、道路、真理。藉着出埃及記，神要我哋在2025年更加嘅能夠與他同行，走在他嘅應許嘅道路上面。但是我們要打理我哋嘅生命，面對我哋嘅問題，再不逃避，再不放棄，而係勇敢嘅。靠着聖靈嘅同在，我哋願意改變。今天我哋就從第1章開始去看最初嘅在困住嘅裏面，在出埃及記第1章就讓我哋看見神嘅應許是 yes and amen， 但是世界永遠都是怎樣去抵擋我們。所以如果我們整天以為跟從神嘅道路先啊，神好像拜拜嘅一樣，我哋就能夠一帆風順，這個是騙人的。從出埃及記開始就記載環境是向着我們的，向着我們怎麼樣？要打倒我們，讓我們不能夠再抬頭挺胸，成為這個世界嘅鹽，成為這個世界嘅光。世界要我們成為小枝，但是神要我們怎麼樣？成為那個翱翔在天際嘅流鷹。家人們，神要我們離開埃及，離開那些不可能、不成、不可以，離開我們嘅 comfort zone。comfort 是什麼？我哋看見 comfort 是什麼？法老講嘅怎麼樣啊？他說第10節，起來吧，我們不如用巧智待他們。這個巧智是什麼啊？原文是聰明啊，智慧啊。所以這個是法老用嘅，不是敬畏神嘅智慧。法老是用嘅什麼？世界嘅智慧、聰明。所以世界嘅聰明、世界嘅智慧係讓我們怎樣啊？我哋可以從經文裏面講得很清楚。第14節，從第13節開始，埃及人就嚴厲的使以色列人做工，嚴厲嘅讓他們做工，做什麼啊？第14節，使他們因做苦工
覺得命苦啦，命苦啦。無論是和利，是做磚，是做田間的各樣嘅工，在一切嘅工上都嚴厲的待他們。為什麼這樣？讓我們在做工嘅時候，因為疲倦啊，因為消亡啦，因為很多嘅事情，讓我們已經忘掉我哋嘅身份。我哋沒有時間，沒有體力，還有紅不住，因為怎麼樣啊？不做工就沒有生活，不做工就沒有東西吃，不做工我哋就要被苦待啦。我哋根本沒有時間去怎麼樣去敬畏神。我哋沒有在想，我們是一個怎麼樣極其長盛嘅民族。我哋看到嘅是什麼？手上嘅工。真係我真係看很多什麼？我們嘅家人們，雖然我哋是交薪，我哋是位份，職責很重要，但是看起來很好的這些東西，但是帶來嘅是什麼？我們勞苦重擔，我哋再沒有那個從神而來嘅自由，再沒有從神而來嘅那個影響力，我哋只係看着嘅是什麼？完成我哋嘅手上嘅工作，一個又一個，一個 task 又完成另一個 task。我哋嘅生命就是不斷又完成這些 task， 但是我哋忘掉神給我們嘅應許，神有我們嘅自由，我哋都忘掉啦，因為我哋太過留戀我哋嘅生活，我哋嘅金錢，我哋嘅地位，還有人嘅掌聲，我哋都被這些捆綁住。但是我哋看見人雖然冇忘掉啦，但是神沒有忘掉。所以今天我們從第一章出發，我們就看見神已經啟動一個拯救嘅計劃，讓我們從歷史中嘅以色列人裏面學習，怎樣在逼迫中看見祝福，在苦難中發現神嘅同在。這個不只是離開埃及那塊地而已。如果這樣嘅話，出埃及記很快就完了，不用到40章。但是而係幫助我們學會不再被過去嘅捆綁控制，真正嘅活出那個得自由、得生命、神兒女嘅身份。好吧，我哋今天就從出埃及記第1章裏面先去怎麼樣去看我哋嘅帶領我哋嘅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是一個怎樣嘅神？第一，神是先知不改變嘅神。在出埃及記第1章第5節，從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。即使歷代嘅變遷，神對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應許，我哋看見仍然都實現。雖然旱災，雖然人事嘅變動，但是神嘅應許祝福永不改變，應許不會因為時代變化而取消的。變解的，神嘅計劃是在歷史中仍然嘅完善的。
在主前是無始至發生嘅事情，到今天2025年還在發生。阿們。第二，神嘅祝福係沒有人能夠擋的，無人能擋的。在出埃及記1章第12節，經文記載，他們越發撫恤他們，埃及人越發撫恤他們，他們就越發多起來，越發蔓延。即使法老試圖用智謀去壓迫以色列人，壓制以色列人，神卻讓他們在人看起嚟最不利嘅環境下面繼續嘅成長。人嘅智慧沒有辦法阻擋神嘅祝福，黑暗不能夠勝過真光。第三，神係眷戀敬畏他嘅人。我哋可以在經文裏面看到，雖然法老用盡他嘅方法，但是在第1章第21節這裏記載，因為收生婆敬畏神，神便賜福於他們，叫他們成立家室。兩位嘅收生婆在法老嘅威脅下面，他們選擇嘅是什麼？敬畏神，不殺以色列嘅男嬰。結果神親自嘅保守他們。我哋看見這兩個收生婆在人嘅眼中是最不起眼嘅工作，但是在聖經裏面記載他們嘅名字。他們嘅名字在這裏講得很清楚，就是施弗拉同埋普珥。家人們 ，on the other hand， 我哋看見在使徒行傳裏面去識破、去偷聽到那些人怎樣想密謀嚟害保羅嘅愛生，他一個名字都沒有。但是在這裏，這兩位嘅收生婆，因為嘅環境嘅逼迫，因為壓力，甚至喪命，但是他們還是選擇敬畏神，他們嘅兩個名字就記錄下來。不單止這樣，還有在古代這些收生婆通常都是怎麼樣啊？沒有家庭的，意思是什麼？沒有丈夫的。但是因為他們敬畏神，神怎麼樣啊？在這裏記得真的是太棒了。第21節，神便叫他們成立家室。神嘅應許是 yes and amen。神要祝福敬畏他嘅人。敬畏不是在一帆風順沒有事情嘅時候我哋所嘅敬畏啊。敬畏是我哋嘅生命遇到考驗啊，我哋還是選擇謙卑捨己，我哋還是選擇跟從神，神嘅祝福就嚟啦。敬畏嘅神嘅人，神會親自嘅報答。忠於神嘅先不會被神遺忘的，但是人太看重眼前嘅事和人啊，我哋裏面太多嘅懼怕，家人們，敬畏神嘅人，神不會遺忘。我記得在2020年嘅時候，當神呼召我們從台灣回到紐西蘭嘅時候，雖然我哋嘅眼前嘅政治是這麼困住的，但是我們選擇不逃避，不走回頭路，我哋繼續嘅留下來，用盡我哋嘅方法，神給我們嘅資源，我哋看見
不單只是6個人回來，今天我哋家裏已經有8個人了。今天我沒有害怕，因為小孩多了，我養不起，而係我拿着嘅是什麼？神給我嘅經文，就係我每天都我整天去鼓勵大家，你不要學牧師師母生這麼多嘅小孩，你要學我們嘅是什麼？揸着神嘅應許，神給我嘅是亞伯拉罕嘅應許，所以我就算生多少個，神嘅祝福永不改變。神都要我得地為業，無論在台灣，無論在紐西蘭，神都要我得地為業。我放棄紐西蘭，我所有的，我去到台灣，神讓我得地為業。我放棄在台灣，我有的，神要讓我得地為業在紐西蘭。但是今天，是不是我哋已經走太早了？跟着神走太早，從人而來的，從世界而來，我哋已經覺得害怕，我哋覺得累，我哋不想再這樣啦。我哋想找一個山洞躲起來。世界教我們是什麼？我哋要愛惜我哋自己。我哋不愛自己，沒人愛我們的。聖經沒有這樣教我們。聖經教我們嘅是什麼？要愛人如己啊！家人們，今天世俗嘅思想已經衝進教會裏面啦。我哋整天都為自己謀算，我哋未有為神嘅國謀算，我哋未有真係為那些未得之民去謀算。家人們，出埃及記第2章係提醒我哋，神嘅應許係不會改變嘅，神嘅祝福沒有人能夠擋的，敬畏他的必蒙眷顧。但是今天我哋無論身在什麼嘅環境，我哋是否在難處迷茫中，我哋迷失啦，我哋忘掉啦。但是今天神要帶我哋在這試試天裏面，帶我們走出那個讓我哋為奴為僕嘅世界，讓我們真係能夠走上神給我們嘅應許之地。究竟在我哋嘅生命裏面有什麼阻擋我哋？今天聖靈在這裏，神嘅話語亦都在這裏，是不是因為我哋整天都會懼怕明天嘅困難？我哋很害怕明天又有什麼困難，我哋就整天去怎樣去謀算緊，怎樣止住，我哋就忘掉神嘅善事。我哋疲於奔命，在我哋嘅 task 上面，我哋是不是覺得神嘅應許好像很遠，好像都沒有成就過？我哋就開始灰心退後啦。是不是我哋在人嘅壓力同埋自謀上面，我哋選擇嘅是什麼？妥協，不再去敬畏神，我哋就走人嘅道路，神嘅道路。我哋太渴望人嘅認同，我哋太渴望人嘅掌聲啦，我哋太渴望被人嘅接納，那份歡愉多過神嘅肯定。就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哋已經習慣用我哋自己嘅方法，
用我哋自己嘅精力、自己嘅聰明，試圖掌握而此。我哋沒有辦法慢下來，我哋沒有辦法先禱告後做事。我哋只係已經習慣啦，事情不成我哋才禱告吧。禱告，但是我還是要做啊。我哋再不是依靠神，我哋再不依靠那個遠處火柱啦。是不是 social media 媒體網絡太容易太方便啦？我哋已經不需要花時間等候神，默想神嘅話。家人們，今天我哋在網絡上面，在媒體上面，我哋要拿嘅是什麼啊？是不是好像我最小嘅兒子就係西啊，都是想拿他喜歡吃嘅東西。我哋已經習慣吃糖啦，吃甜食啦，我哋不喜歡吃硬嘅東西，什麼意思？找到這些東西，我覺得還沒到，我還沒能夠接受。這些鼓勵造就嘅，我就對我很好。我哋整天沉醉在我哋嘅那個肉體上面嘅歡愉，被肯定、被滿足，我哋忘掉，我哋不再想面對跟從神啊所面對嘅挑戰、逼迫，從人、從世界，甚至同我們自己而來的。我哋選擇以思維，我哋選擇我哋自己嘅煽動，我哋選擇我哋嘅情慾。家人們，我哋看見保羅嘅生命，我哋看見摩西嘅生命。今天神要幫助我們，對他有真實嘅信心，相信神嘅手在2025年還是在掌權的，他嘅心仍是在治煉我們的，他嘅應許還是要帶我們出埃及，進入那個應許之地。好唔好？我哋一起低頭禱告。聖靈啊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28天嘅先走先皮帶。你今天帶我哋走嚟這個出埃及記40天嘅旅程，主啊，你幫助我們誠實勇敢敞開面對我們嘅生命，讓我們真係願意在神你嘅光照下，我哋面對我哋嘅生命，選擇離開，選擇與神與聖靈同行，走在曠野，走在那個走在那個主你給我們嘅戰場上面，讓我們不要安逸在那個埃及嘅裏面，讓我們成為神國嘅勇士，神國嘅精兵，讓我們不懼怕爭戰，不懼怕危險，讓我們願意與神同行，與神一起肩並肩嘅，真係翱翔在天空上面。謝謝主，我哋嘅禱告，我哋嘅祈求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，神嘅兒女說 Amen Amen。
今天我哋嘅天父餐桌嘅宣詩分享，就到這裡，願神大大嘅祝福大家，有一個出黑暗能夠進入那個奇妙光明嘅一天。好，拜拜。